我哋機構 Level J 嘅總指揮、總負責人就係林以諾牧師。原來喺聖經裏邊都有一位以諾㗎，都係咁樣記載嘅。呢個以諾係與神同行300年。嗱，按照聖經嘅記載，今日所分享嘅經文係喺創世記第5章第21到24節。經文咁樣講㗎：以諾活到65歲，生了馬土撒拉。以諾生馬土撒拉之後，與神同行300年，並且生兒養女。以諾共活了365歲。以諾與神同行，神將他取去，他就不在世了。嗱，按照成卷嘅聖經嘅記載，真正唔需要面對死亡。以諾係其中一位，另一位係記載喺列王記下第2章嘅先知以利亞。喺列王嘅時代，有先知以利亞，佢哋都係同樣唔需要經過死亡，被神提取咗㗎。嗱，各位，今日所分享嘅經文好重要啊！以諾活到65歲，佢唔係由細開始與神同行。按照聖經記載，都係生咗馬土撒拉之後，佢開始與神同行300年。啊，各位，唔簡單嘅。咩叫與神同行呢？我好相信以諾係一位行喺上帝律法當中嘅人，行喺耶和華上帝旨意當中嘅人，佢完完全全把佢生命奉獻俾上帝，行喺耶和華上帝嘅善道當中嘅人。嗱，一個人可以同耶和華上帝一齊行走300年，與神同行，所以耶和華上帝對佢係非常之喜好。我相信唔需要經過死亡，唔需要經過死亡呢個刑罰，急不及待咁提走咗佢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呢個我相信係一個好尊貴、好重要嘅一種咁嘅榮譽嚟。嗱，喺新約裏邊嘅希伯來書都有提到以諾，佢對以諾係咁樣描述㗎。記咗希伯來書第11章第5節。以諾因着信被接去，不至於見死，人也找不着他，因為神已經把他接去了。只是他被接去以先，已經得了神喜悅的明證。嗱，各位弟兄姊妹，原來以諾能夠被耶和華上帝接去，佢係因着信，佢係信呢位耶和華上帝，佢係同上帝同行，佢係好尊敬上帝，好遵守耶和華上帝嘅律法，行喺佢嘅善道當中。所以耶和華上帝係喜悅佢嘅，按照聖經所講係喜悅以諾嘅一生，呢個係成為佢嘅明證。所以耶和華上帝最後就係唔需要經過死亡，係提走佢。弟兄姊妹，我哋每日都要學習好似以諾一樣，去與神同行，行喺上帝耶和華律法當中，喺耶和華上帝旨意當中。